贤积电，嘛是有差别的哦，差别的哦。才德有尊卑，有尊卑高下之别。咱就要以前的人这才德通常什么惯义的人伊较会有才德，是老大人、是大人、老大人还是少年人，还是囡仔，才较对，是毋是大人？老人家才德，伊一世人行过去，念迄就是伊的才业对吗？咱叫做是大人咱比如讲，公车还是伊这个捷运、火车，咱即摆咱会先坐，我爱坐，这是毋是就是尊贤之人？有没有尊贤之人啊？敬老尊贤，一定会较济嘛。书各里面有各义，所以那个好些我爱做民间，我爱把这个公车、这捷运，咱少年人有体力有活力，咱以为听些嘛，听到位啊，尊贤之人所以后天，我嘛有说讲，今仔日咱若无爱家己的心，无尊敬家己的心。亲像咱的本咱的本生命的本，安尼咱的生活就颠倒头不爱其心，爱他人，这种点有对无？有啊，但是都颠倒头啊，背德啊，这个颠倒头这种点袂拄等啊，袂拄等啊，咱嘛无敬上，不敬其心而敬他人，这种类有敬上无？敬上叫做背离，这种毋是应该有的咱应该是爱其心又爱他人，敬其心又敬他人，另外是。